新国会决定讲20要开议，各党的立委拢有准备修法的提案。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辛碧荣会推动反中国渗透的相关法案。国民党的立委是要求国会改革，要恢复立政组，嘛要强化监督行政机关哦。因个建议要设国会地政组。最近真接传出强谍案，陆军前属校向德温签署投降承诺书，受中国内应会，法院线间会当以贪污治罪条例来定罪，判7年半定刑。主要原因是因为外犯罪条件真严格。民进党立委辛碧荣强调讲，应该要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或者是陆海空军的刑法，阻挡中国渗透，嘛建议要对中看线的人立法规范。中国要接触到这些，比如说军人啊等等之类的，他大部分还是透过一些退役的人士。理论上是有一些买办的，那我觉得规范这些买办可能会比你直接规范这些有签不投降协议的人还要更快。他所谓的共谍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也还不太清楚。那到底什么中间呢？我觉得要先把范围弄清楚，行为态样是什么，然后再看一下他的修法的理由是什么，那我们再来看。中国统战一直有动作，嘛包括对台湾网络攻击、阵地作战。调查局国家安全1号处处长陈碧丽，捌伫立法院答询的时阵，支持研究科技侦查，甲保障法来应对。不过，国民党立委嘛发出国会改革，甲恢复司法地政组，嘛讲要设国会地政组，强化监督行政机关。呼应我们的这个国会的听证权及调查权的部分，政府官员的弊案，我们可以成立调查委员会，或者是这个调查小组呢，都会在法案里面有详细的一个规范。国民党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积极的抛出要设立国会特侦组的说法。公督盟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强力批评，这是国会过当的扩权，也严重的破坏了宪政体制。我需要批评讲，国会地政组是咧扩大权力，不过林书明是强调讲，法案会有详细规范，是要强化立委查弊能力。新国会2月20才正式开议，台湾立委已经针对要提出的法案互相交锋。记者综合报道。